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月巴，又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玩 Pokemon Master Start 嘅經過啦。暫時機台而家有機甲、鳳凰同埋巨魔。第一場小圖出現3隻5星。波士係水晶燈火靈。直接落下一鋪，禮物收到係長毛巨魔。第二鋪小圖繼續3隻5星。波士係富迪。連機啦，出現機甲爾德，4/2，會唔會係今次跌落嚟呢？有冇人同我一樣都好鍾意睇機甲爾德變身呢一個畫面啊？我覺得佢真係好型啊，做得。用阿萊拉冰夠尾，2set技收佢尾。第3彈打咗咁耐，暫時都淨係捉到1隻機甲爾德，今次會唔會俾我捉到多2隻俾我返屋企呢？希望掟到個靚波啦！係高級球啊！佢救完我之後，到我救返佢。高級球加油啊！唔好好似上次鳳凰咁樣同我爆出嚟啊！1、2、3，捉到，好開心啊！今次終於可以用高級球捉到2隻機甲爾德返嚟。下一場禮物係尼多後同埋金屬怪。左邊小圖出現3隻5星。右邊小圖出現6星鳳凰。鳳凰到底會匿喺草原定係洞窟入邊呢？去洞窟度揾下佢先。失敗啦！原來喺草原度。直接下一鋪禮物收到重泥玩馬。左邊機出現6星巨魔。咦，我呢邊都出現巨魔喎，會唔會假連機一齊打6星呢？我呢邊得5星。咁畫面轉去左邊機度睇下打6星巨魔啦。巨金怪唔記得咗用手帶，極巨化失敗。
不過都好彩夠打。大家記得一樣嘢啊，就算你有幾多張巨魔或者馬仔都好，見到綠星一定要捉啊！如果唔係，佢唔會落下一條卡帶㗎。揀到超級球啦！啱啱捉完2隻基格爾德，依家又見到巨魔，好快會見到隻貓啦！1、2、3，捉到！收啊！搞掂！草叢見到雞仔嘅身影，右邊機下一鋪小圖繼續3隻5星。boss 係雷吉斯奇魯，下一鋪禮物巨炭山，小圖有綠星巨魔。佢會喺火山定係洞窟度呢？好，去火山度揾下佢先。boss 係巨炭山啊！呢場同巨炭山特別有緣，撞到3隻。下一場禮物火焰雞，小圖出現3隻5星，boss 係我今彈最唔鍾意打嘅巨鳥怪。隔離有其他部友入完錢之後見到得5星或以下棄咗機，我入埋另一部機，竟然撞到連機巨魔。用帝王拿波降係2set技打佢，超勁啊！一下直接打到佢剩返少少血。boss 而家虛弱狀態，直接推晒6張卡上去打佢。
第一次咁樣執雞連機，唔知會掟到咩波呢？都有高級球喎。1、2、3，捉到。OK，又多2張。啱啱捉完2隻巨魔，去返自己部機打拉士一場先。啱啱禮物收到導彈小妖1隻。出現極巨化巨魔，好多巨魔啊！今日見到。右邊小圖出現6星月神，左邊禮物4星巨炭山1隻。月神好難估啊，佢會喺溪谷定雪原度呢？去雪原揾下佢先。出現啦，係月神大圖啊！最後用隱蛙意識技收尾。拉試一場，希望部機佛心少少，畀我帶多1隻6星返屋企啦。唔知會投到咩波呢？係精靈球啊！睇嚟要帶多隻返屋企，有啲挑戰啊！1、2、3，捉到，爆咗出嚟，最後都係捉唔到月神返屋企。草叢出現導彈小妖嘅影。呢條片嚟到尾聲啦，如果大家鍾意睇我嘅片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等多啲人留意到我啦。喂，留返低先，睇埋有咩抽獎先走啦。今次會攞 Pokemon Master Star 第3彈利基亞、日斯、巨魔同埋無極泰拿出嚟同大家抽獎。大家只要 like 同喺呢條片下邊留言答得到 Pokemon Master Star 第3彈，我月巴有邊1隻精靈係金蛋最唔想打得到嘅呢？答中就可以參加抽獎。
呢條問題對有細心睇呢條片嘅你嚟講一定冇難度啊！抽獎活動截止將會為12月29號夜晚11點59分，每人限抽一次，款式隨機，不設抽選。為咗日後抽獎方便同埋公平，希望大家可以跟住以下呢個步驟嚟做啦。打開網頁版 YouTube， 撳設定，再撳記錄及私隱權，再撳一律不公開訂閱項目就可以啦。咁暫時會用住呢個手動嘅 Apps 嚟抽獎，睇下今日嘅幸運兒會係邊幾個先。第一位得獎者係謝宏俊。咁每次抽中咗嘅得獎者，我都會將佢個名單移除咗先，繼續準備第2名抽獎。第2位得獎者係謝其祥 Q5H， 繼續進行第3位抽獎。第3位得獎者謝其祥，因為咗公平性，之前片中有講過每人限抽一次，如被發現係同一人，將會只派發1份禮物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，謝謝。繼續進行第4位抽獎者。第4位得獎者係 Jason Yu K1L。最後一位得獎者係 Yok Yu Lu， 希望冇讀錯你個名啦。5份禮物已經抽好晒，所有款式不設抽選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。各位得獎者，請去 Facebook 揾 Pay with Knife 或者撳下邊呢條 link 嚟揾呢個專頁啦。咁我到時就會同你聯絡，到時就會俾份禮物你㗎啦。好多謝大家支持。